台北、上海的双城论坛经过疫情3冬外来，今年恢复实体交流。台北市长蒋万安明仔载家己带团去上海，会甲上海市长景正见面哦。马洪社讲会安排甲各台办的主任上岛来见面，也毋过台北市政府是表示，目前并无这个规划。这届有13个议员参加，是这几冬来上济一届哦。这个访问团大约是有150个人，无袂少企业界的代表报名参加。因为两岸的情势真紧张，因拢毋望讲会当来增加交流。这一次好像会跟宋涛来会面，有这样的时间跟规划吗？谢谢。态度敏感的议题无要回答。疫情3年多以来，台北甲上海双城论坛头一届恢复实体交流。台北市长蒋万安29会亲身带团出席，除了会甲上海市长景正见面，嘛传出会甲各台办主任宋岛会面。因为我不知道这个消息是哪里来的，目前是一无所知，目前是没有什么规划。蒋万安3天2暝行程，确定出访的议员有13个人，是双城论坛人数上济一届。做伙去的出访团差不多有150个人，企业团嘛相济报名。真侪台湾的企业拢想要带去参访，希望在两岸局势紧张的时阵，会当甲官方做伙去交流。新光病院副院长洪主任受到邀请，做分论坛主讲人之一。最主要就是要在智慧医疗论坛上担任主讲人之一，透过这个人工智慧、AI 等等，去如何来协助我们的医师的诊断，以及提升我们民众的一个就医的经验。双城论坛本来就是这个两岸重要的这个沟通的管道、交流的平台。那在两岸关系比较紧张的时候呢，这样的重要性就越发的这个彰显出来。我们的市民朋友跟台湾的民众确实是希望往这个两岸和平的方向去进行推动。蒋万安出访双城论坛，拄好拄到今年第9号风台苏拉形成。市府表示，早起的市政会议，蒋万安特别要求下局处单位要甲风灾准备做好。苏拉的路线即马有较难平，市府嘛会密切关注风台的动态，即时应用。记者综合报道。